乡亲，新年快乐！欢迎收看今日正月26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高雄竹。先一开始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武汉肺炎伫中国摊开，昨一天就加688例，即马全中国确定的病例有2000多例，56个人死亡。美国打算用包机的方式替离伫武汉的美国人到外交人员，法国、英国、俄罗斯嘛想要对咧做。 今日正月初2，台中太平酒家5台登去后头厝团圆，开560桌。先开始，咱赶紧来关心武汉肺炎伫中国摊烧。美国政府甲中国政府参详了后，即马打算要用包机的方式替离伫武汉的美国人甲外交人员。那当包括法国、英国拢想要对咧做。咱台湾即马嘛有几啊百人还伫武汉，有台商嘛希望咱政府会当用包机载因转来。刘伟辉讲会想办法来斗相共。 武汉肺炎伫中国境内一直摊开，美国政府已经展开撤侨计划，要采用包机方式替离留伫武汉的公民甲外交官员，并且暂时要甲自武汉总领馆关起来。传出法国、英国、俄罗斯这国家也以为变的做，甲中国政府协商。因为大约几啊百个台湾人也伫武汉地区，有台商斗相共，转达希望政府应协助这人转来台湾。 他们希望能够比照法国，能够有专机能够接他们回去。那他们也愿意自行或是政府指定的机构去隔离14天，过了这个危险期才出来的部分，他们只想回家。 市政文讲，武汉当地已经真难买到催安这物资，希望因寄送催安来协助伫当地台湾人。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26在记者会上回应包机问题时表示，即阵海陆两会正伫积极沟通协调中，希望兼顾滞留大陆民众在物资甲防疫的需求，也顾大家安全。政府会以各种可能方式来提供协助。 海基会也已经委托当地或者是邻近地区的台商协会，建立与自由当地国人的这些联络的相关的机制啊，那么设法来提供必要的协助。 政府强调已经考虑相关的可能，包括包机也是其中一种选项。另外，原先3早要在台北圆山大饭店举行的2020大陆台商过年联谊活动，海基会讲，因为参加活动的人数真多，基于健康和安全考虑，并且配合政府防疫措施，会延期举办。记者综合报道。 武汉肺炎疫情继续摊烧，外岛的平湖昨嘛传出有4个疑似病例，这4个人拢是对中国佚佗转来台湾的，目前已经隔离治疗，检体马上台北化验，上紧明仔就会知影结果。另外，咱政府要加强防疫，即嘛全面禁止500人来台湾。 武汉肺炎疫情一直摊开，平湖市2件4个人的疑似案例，即在会早因1月中去苏州旅游，29个酷扫发烧，平湖病院检查了后采集检体。另外一个38岁女性进前去上海，过年前甲亲人登去故乡过年。25岁酷扫发烧，包括因翁甲囡仔拢采集检体送检。1月11号到18号，那曾经到大陆苏州旅游，回到澎湖之后。 在1月25号有出现咳嗽还有发烧的情况。昨天到澎湖医院进行 X 光检查，还有采集检体。4个人目前拢伫府阿伯隔离病房，官府表示检体26号早，赶紧送去台北检验，上紧27会有结果。馆长赖宏伟26去关心机场春运，呼吁中央提升平湖机场的防疫等级。 中央嘛增加防疫强度，全面禁止合法人士来台，为合法登来入配，爱限制机制，甲审查了后会当来台人共款，拢会配合自主健康管理14天，就现在暂停14天来台，2礼拜了后看疫情发展，决定是不是要开放。陆生来台，他们也要提完整的一个管理计划，哈，我们经过我们指挥中心同意以后，才能让陆生来台。 针对为500登来台湾的国人，若是甲确诊的人有接触，拢会居家隔离；若是无遵守向抓到，拢会严格处罚。居家隔离的时候，必然他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跟我们的相关的防疫或是我们的关怀的人员，来报告。如果违反了我们的居家隔离的这样的一个规定，我们会强制隔离。我们的目标是，即使有社区感染，可是也不要让它蔓延，很快把它控制下来。 另外，移民署26宣布，随天发金门甲马祖小三通落地签证无增加限制，有团住证、商务活动证甲台湾人的另外一半入境，其他暂时无开放。还未登去中国民众会当联络移民署安排登记顺邦。
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即马是旧历过年，台中有一个查甫人伫咧面册写讲，伊伫武汉食头路的后生，只是对武汉转来台湾，规家伙仔有去中央公园行行咧，啊，毋过这是引起大附近的乡亲真惊吓。这个查甫人今日出面解释讲，伊身体好好，嘛无爽快，出门拢有挂喙暗，啊，毋过台中市政府也是要求伊爱自主隔离14天。面册铺文写讲，细汉后生为武汉转来，规家团圆，背食猪脚面线，佮有全家伙仔行村的相片。台中市西屯区一个男子伫面册欢喜分享后生为武汉转来台中的消息，啊，毋过一听到为武汉转来，佮世界拍拍照，已经引起当地惊吓。我觉得他一定也是跟一般人一样，过年嘛，逢年过节去拜年干嘛的，一定都有，大家一个恐慌，啊，附近的周遭的邻居也很衰啊。有人集中的伫因家的门前压金纸，附近民众唔敢出门。这个当事人嘛出面说明，见到家己无感觉无爽快，等来台中有3点挂水安。去机场的时候，武汉机场的时候，我就已经戴了口罩。我从那一天从出门的时候就戴了口罩，到48小时我没有脱过口罩。到家里我也没有先回家，我是先把衣服脱了，然后拿去那个洗衣店用那个消毒粉。男主讲伫武汉封城之前，对经买机票，落尾经过南昌转机登来台湾，过程中有挂催安，24登来台中，无通报1922，家己无感觉无爽快，啊，毋过过年期间有去公园拍拍照。台中市卫生局甲相关局处访视了后，确认无呼吸道感染症状，啊，毋过还是要求为今开始，伊甲家庭成员爱居家自主隔离14天，出外嘛爱主动通报。经过检查呢，个案其实没有任何疑似发烧或呼吸道感染的一个现象哦。那我们也在对方的家中要告知对方要确实的遵守居家隔离哦。那卫生局也主动已经立案管理了。台中市府表示，目前已经甲讲，若是有无爽快，都要随通报，自主隔离有强制性，若是无依照规定，就以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罚1万到15万块。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今日是正月初2，是登去后头厝的日子。高公局讲，今日规港的车流量是普通时的1倍外。啊，那明仔载初3，上北落南双向的车流量上济。天气的方面，因为风面通过，虽然全台湾拢湿湿冷冷。国道彰化大车行行停停，真慢速。正月初2，查某囝登去后头厝，国道对透早开始就出现车流。部分的路段车速更加只有20公里，民众想要开车出佚佗回乡，要加一点耐心。杨梅到新竹的路段呐，然后中部有一些彰化、台中的路段。那国道3号也是像这个大溪龙潭、都莺歌这一些路段，然后像中部的这个雾峰这个部分也都是拥塞，然后还塞蛮长的。那预计大概国五可能会拥塞到晚上8、9点左右才会比较疏解。正月初2，南下包括各一杨梅到新竹系统、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国3南下土城到关西，要各个南港系统到白拿这路段拢较会塞。而北上是国一西里到埔盐系统，国3德山到中兴，也有各个宜兰到白拿，拢可能是塞车路段。规港的交通量大约是135百万车公里，而到正月初3时，双向车流也是连假内底车上最时阵。大年初3哦，那是我们预估南下加北上的，就是个最大量的一天哈。那下午的话，可能就是开始会有北上的车潮出现的哈。西部国道大概8、9点才能比较疏解。那东部来讲的话，国道的话，北上量会蛮大的，所以大概预计明天大概国五可能会拥塞到这个晚上大概12点以后。高公局指出，正月初3交通量有估是148万车公里。提醒民众，若是要南下，尽量下晡出发，北上会用早起就先行，或者是选择替代道路。只有天气方面，因为方面通过影响，全台湾转为湿冷的天气形态，各地拢可能出现落雨，而且愈暗愈寒。初3冷气团南下，低温可能来到10度，一直要到初5、29了后，才会转为偏大冷的形态。民众出门就要穿好袖。记者综合报道。初2，总统蔡英文今日照例登去故乡屏东分红包，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今年总统分红包无甲民众握手。啊，那前总统马英九今日是登去苗栗的马家庄祭祖，嘛专程挂嘴暗。总统蔡英文初2这天来到故乡屏东凤港，发新春红包。虽然现场的天气无讲介好，一直咧落雨，啊，不过还是有真侪民众真早倒来排队。
因应武汉肺炎，民众要领红包进前爱先量温度、喷消毒。那我们穿过去可以吗？有立委团队成员在现场发催案，各位台中来宾将家己传消毒酒精，替大家消毒。喷大家安全问题，嘿啦，干服务啦。总统蔡英文发红包，嘛无甲民众握手，改用恭手恭喜。韩国去问到敢卖挂催案，蔡英文交手无做回应。没关系，没关系。口罩发红包安全，有没有带专机接台商？安那正经批评总统蔡英文无挂催案，叫总统府抢讲公众领导卖做防疫专家的前总统马英九，连续第23年第7日去表列马家生死组。料敌从宽，御敌从严，这是我们过去得到的这个教训。因此，我觉得公众人物呢出来，请大家到公共场所呢戴口罩，不要握手，这个应该是公众人物他的社会责任。在发红包的时阵，马英九嘛是恭手代替握手。没有办法，这个跟你握手。马英九认为公众领导都在带头，在疫情严重的时阵出门挂催案是社会责任。为防止武汉肺炎产生的催案议题，继续引发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来咱国军春节无休过年的，咱大家才有法度安心过年。三军伫春节拢有加强战备，而且空军新买的 F-16V 战机6分钟内就使起飞，随时应变。这尔厉害的战机，过年嘛爱使互清气。战机要安怎使身躯，带乡亲做伙来看卖。两架广播。接到敌情，飞行官随请装备，重启的升级过 F-16V 战机，短短360秒内就完成紧急升空执行任务。结束任务，清洗作业嘛袂当凊彩。空军家己基地有专军头一组飞机自动清洗坪。回来就马上要执行这个任务。飞机进入清洗站类防空式的喷水雾 ，F-16V 用上慢的速度通过。飞机伫无定期的状况下，快速执行清洗作业。原本人工清洁要2点钟，即马透过自动化设备 ，S-70C 敢若需要5分钟 ，F-16战机敢若需要2分钟。在执行海堤的落地的时候，因为它会有盐分在飞机上面，那它滑过去的时候会把它的那个盐分给顺便冲洗掉。技巧反制敌人攻击。同时面对2个敌人，海军陆战队敌空中队队员展现个人的战机，一一引导敌方。面对侪目标，逐枪拢对，个人射击技术完全展现出来。换小组进攻，队员配合甲真密，共款甲敌军全部拍败。我们中队在训练的过程之中，都是求真求实，使我们的队员能够在遇到临机问题的时候，能够立即的去反应。发现敌军。敌军用机动的方式突击高雄江南地区军事基地，陆军第8军团总监5六四旅联合兵种营随接战。派出 UAV 无人飞行载具，找出敌方主力的位置，佮用挂雷啊发现车发现暗号 ，CM11应付战车 ，CM33分别架车，随发起攻击，总称阵地敌军。连兵营验证一个营就会当处理战斗的目标。队员内底有一个中美的安诺克，为着要加入国军，决定放弃离职。美国跟台湾比较起来的话，这里已经是我的家，这是 my home， 它给我的价值大于任何的东西。陆海空三军拢展现保家卫国的决心甲战力，伫过年期间嘛共款无放零战备，继续保卫国家主权。一寡辛苦的国军弟兄姊妹，嘛要甲国人拜年。5、6、4里，新年快乐！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正月初2，台中太平长假5台登去后头厝，拢爱办桌才有够济。今年是开560桌，上济会的已经是太祖啊，是食到102岁啊。看到逝世大大细细拢转来，心情是痛甲。总铺在快刀切菜丝，因为其他的师傅嘛无用得比了。为着台中太平长假5台转来后头厝，过来的人无用甲手拢无停过。500外人吧，有买600吧。无着爱无闲甲暗时啊。系啊，暗时也佫有咧。市伫另外一头，今年102岁张老太太，当日无用西装打扮，张老太太表示，当年上期待的就是这个时阵，嘛互伊感觉少年几啊岁。啊，你今年几岁？唔知，唔知80几我唔知。恭喜发财，长命百岁。
要讲啥啦？虽然一直母袂清孙仔的名，不过看到厝内底人团圆，总是让张老太太真欢喜。而当年全家福相片，张老太太上会记的，就是坐伫边的大汉后生。张家大汉后生表示，今年拄着落雨，加上办到分组2名来食，拢总50-60度，大约600个亲友为各地回到台中。不过，互伊上烦恼的是少年人愈生愈少。袂拢一个2个啦。啊，你会敢伤少无？较少啦。张家大汉后生表示，因为普遍较慢结婚，以及少年人想法改变，加上经济压力愈来愈重，想要生儿又愈会愈来愈少，麻烦到家族并无生活，直到对着时势，多多鼓励精神布局，迈将家族团圆的传统继续延续落去。记者台中综合报道。继续关心疫情，高雄有一个台商对武汉返来台湾，确定去为着武汉肺炎，也毋过伊拢无讲，佮世界乱骚，也佮无挂喙罨，就去金巴黎舞厅。今日早起舞厅自主消毒，也佮有一个甲即个台商有接触过的舞厅小姐，讲伊有感冒的症头，检验的结果出来呀，好佳在无去画着。金巴黎舞厅一早起开门，自动全面大消毒。停业第2天，舞厅200多平的空间，除了找厂商大规模消毒，嘛甲店内面桌啊、手把、开关等等，平常时容易接触的所在，用透过的漂白水切过。业者毋敢大意，就因为确诊武汉肺炎的台商，隔离前无戴喙罨，曾经和舞厅小姐接触。如果有状况，会经过公司，就是经过护理，我本人会跟卫生所报备，然后个别去通知这样子。如果有问题的话，卫生局要求进行每天体温监控，包括22号下晡4点到6点出入舞厅，和台商接触过的80多个人。紧急取消休假的高雄市长韩国瑜25号暗时，甲高雄的防疫提升做一级应变，会知影前拢民生病医巡视，要求民众入去高雄市医疗院所，全部拢会量体温、戴喙罨。既然出现了破口，当然整个卫生医疗人员心里面压力是巨大的。那很多地方事实上，他在捷运也好啊，他去买东西也好，他接触的一些人，可能被接触者到现在还搞不太清楚，所以我们公告出去，希望大家能自己密切注意，能够自主管理。公司防疫非常严格，法务部嘛针对这名台商隐瞒去过的所在，要求检警依法侦办。如果明知道自己是罹患传染病而不遵守各级主管机关的指示啊，以至于传染于他人的话，这个不仅仅是一个行政法而已，可能涉及到刑责。法务部指出，这名台商涉嫌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相当会当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也是50万以下罚金。记者李尚吴昭关高雄报道。即马武汉肺炎伫中国摊开，昨昏一天就加688例。即马全中国确定的病例已经有2000多例，56个人死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坦白讲，疫情拖真紧，情势真严重。中国上海迪士尼乐园大门关起，由武汉肺炎伫中国境内摊开，当局宣布旅游禁令，加强防疫。到19日为止，在中国境内确诊病例总计超过2000例，死亡病例有56人。由25迄天新增加确诊病例有688例，增加15人死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中国正面临疫情快速拓开的严重形势。目前，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期，专家认为，春节1周期间是大隔离、大消毒发挥作用的最佳窗口期，也是武汉以外地区遏制疫情蔓延的关键时期。由这阵疫情意外集中在500省武汉地区，为了支援应付疫情，马晓伟讲，25、26、2天会阁派出12机，总共1600多人的队伍去支援。另外，武汉最近病院的医疗物资即要用完，当局决定让用伫疫情的进口关键物资能快速来通关，加强医疗能量。肯定担心啊，因为在我们中国的春节人流量最大的时候出现这个病情，肯定担心嘛，家里面的孩子呀，这些肯定要回去看一下的。这阵正是过年期间，民众会四界行、四界走时阵，习近平指示爱加强联防联控工作，减少各地大型公众活动，防堵疫情拓开。马晓伟是讲，这阵已经有30个省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也加强野生动物的市场管控，防堵疫情继续拓开。记者综合报道。
那病毒的源头乌北的武汉已经封城4天，市区全面禁止汽机车通行，市民若是有交通的需求，拢爱交予市府发落。另外一方面，武汉讲要起一间专门收血验的病院，即嘛是动员千外人无暝无日日头赶工。武汉市蔡甸区这片5万平方公尺土地，23起来了上百台卡土机甲上千名的施工人员，无分日时暗时，一直伫施工，要在6天的时间内建造完成沿岸地1000个床位，专收武汉肺炎患者的血栓山病院。对那个技术上的真的没有任何的难点，只是现在时间特别紧迫，没有充足的采购材料和采购其他的一些设备的一些时间。总人口有1100万人的武汉市，所有病院内底拢是着急的病人，医护人力根本无够，患者爱等几点钟才法度看到医生。伫药房柜台拢是排队要抢买水暗的民众，有一寡药品已经无货啊。解放军过年迄天调派450名捌处理过 SARS、伊波拉病毒的医疗人员进入武汉斗3天。2封城的第4天，除了大众交通工具停开以外，市区也全面禁止私人汽机车通行。市民的交通需求一律交由市府统一调控。市府配置6000台机动车，在各个社区统一发车。而相关的交通禁令，除了武汉以外，也在其他将近20个城市实施。另有全中国有超过5000万人受到这波新型冠状病毒大爆发的影响，被软禁伫厝内底，无法度出门，什么所在也拢无法度去。Kind of, for many of us, keeping to ourselves, kind of in isolation, attempting to stay away from, other people from public areas and whatnot. And I think the term cabin fever is probably coming into play here. So a lot of us are kind of, how do I put it, getting a little restless. 即阵大约有将近1000名美国公民住伫武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消息指出，国务院2日要派医疗包机甲外交人员摕离武汉。而一般人若是要坐上这班登去美国包机，必须爱家己付钱，票价有了是一般客机的几若倍。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花莲，过去政府若是要积地河川，拢是主管机关直接发包落去做。也毋过水利署地高河川局伫咧整治花莲富里乡闭溪时，是公部门甲当地乡亲做伙合作，互在地人参与，工程的品质嘛加较好。顶下落，要放啊那个顶下落无？花莲富里乡洪南村的民众当地修理去互水冲歹去的鱼腿，想要互闭溪内底原生鱼类大文高感觉顶的鱼会当收起哩。你到这里要冲不上去，要来这边休息，休息了，体力够了，他又再上去，所以一砍一砍，这个就是给他休息的地方。甲河沿阻挡鱼类洄游，河川污染甲外来种的入侵，各种问题互闭溪生态一直恶化。2019年，地高河川局想要重新营造闭溪自然生态。伫咧听了在地民众的意见了后，决定筹备闭溪治理大平台，甲相关的26个公司部门做伙来入来，找专业来分工整治闭溪。我们成立这样的流域管理大平台的想法，就是先朝着凝聚共识。盘点资源、资讯公开，大家可以相互的讨论，再来做共同的行动。我们居民可以透过一个窗口，就跟其他的公部门一起的对上话了。我今天因为这个事情，我要去找哪一个部门，哪个部门就基本是疲于奔命啊。共同讨论整治的顺序甲方法，目前已经解决市地场的水污染，嘛甲过去变做田的河道已经改转来，而且规划生态池准备复育闭溪内底已经真罕哩快原生鱼种，局池是细致，豆豆甲河川的生命力吹转来。像这个根系就可以让菊石是下蛋。你说要听我们的话，由下而上，它也真的一件事是以居民意见为主，那就会让居民有很大的动机想要来参与，来一起看怎么样运作这个平台。甲公民参与了入来，甲民众建立共伴的关系，做伙合作，共享工程的品质。嘛像闭溪鱼仔搁较挖近水头的厝共款，尊重环境甲在地居民的需求，向头前行一大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伫咧北部温度上加13度，上悬16度；中部温度上加16度，上悬24度；南部温度上加16度，上悬24度；东部温度上加16度，上悬23度。
外岛的温度是12度到20度。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新闻最后，甲乡亲做来去外国，咱来去看厨师比赛。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祝乡亲新春如意，阖家平安。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